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下厝》。建昌啊，建昌，我想要啉水啦。哦。多谢你。咱做翁仔某遐尼久啊，你将来哦，同摆安尼甲我奉替呢。我嘛想袂到，淑珍啊，忽然间讲伊有心，我确实真正唔知影。你咧生气？我知啦，因为我无甲淑珍啊讲咱两个人的代志，你咧生气对无？我无咧生气。我是替大家欢喜，替头家妈欢喜，欢喜你大家总算有一个子孙会当传宗接代。你嘛知影，伫迄个情形下，我根本就无法度开嘴啊！淑珍啊，大家有心，我若倒互伊受刺激，伊若老体要安怎？文英，你放心，咱两个人约束，我绝对袂去也放袂记。文英，请你相信我，我对心周全，我绝对袂让你等伤久。你相信我，等我。头家，我爱你永远会记。我无重要，等家子孙比我较重要。这些。你脚袂好，怎么会？来，紧点坐来，坐着。脚袂好，莫来黑白行啦。彩云啊，你总有钱无？是的啦，彩云啊，我嘛想袂到讲，我一半边都遐尔久，拢我拖累你啊。翠生，
我不准你讲这个话。你今日开变成安尼事，拢是我引起的呢。好啊啦，你即马只要好好养病，其他我来想办法，好无？彩云啊，好啊，我扶你放在房间休困，我送你传一寡食的物件互你。行，谢。老太太，啊你转来啊？好紧要。我传一寡饭菜要互张先生食啦。哦，头家娘，多谢你啦。啊，你食饱未？我后壁阁一寡菜呢，我来冲互你食。啦，头家娘，我食饱啦，多谢你啦。啊，无紧，我食。谢谢你啊。太小紧食来，谢你哦。开开有较好啊无？哦，你紧食。林太太啊，啊你毋是讲厝势惊你要互我？头家娘歹势啦，你给我困难规工啊，好无？你莫看到阮翁即摆人咧破病，我手头真正是真无方便。毋是我无同情你啦，啊你也知影我开这间旅社，我拢收遮厝势伫生活呢。啊你安尼甲我拖遐久吼，我嘛真为难啦。头家娘拜托啦，无你给我困难两工我一定会尽钱还你的。啊，今日有人要来甲我收钱，我一定要甲你提厝势，我哪有钱通拿啦？我知影。水仙，歹势啦，水仙，谢你啦。我去死哦！我去死哦！我想要我做。你还是在创啥？你还是在创啥啦？你还是在创啥啦？我无路用，我害你伫外口吃苦，你将我看人面色，我面色变大个，要当个。我讲起来这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的，你嘛搁跟大家记好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。我是人，我是你若要怪来怪我啦，当然是你伫单家过了好好，是我硬叫你对我出来。我这种创啥？我无都照顾你，看你也感动。你死好不好？子轩，我敢若希望讲你会当甲爸甲囡好起来。子轩，天无全一路，咱你会渡过这难关，一定会渡过这难关。头家娘。刘太太，什么代志？头家娘，我是想讲，你这毋敢有欠下骹手人无？欠下骹手人，你是什么意思？我是讲吼，你若有欠下骹手人，我互你请，啊，我工钱吼，才互你拄厝税啦。张太太啊，我早毋是甲你讲过啊，我就是靠这间旅社收这厝势伫生活。啊，若逐个人拢参像你安尼，做事来拄效，啊，我若无收你，这间店就爱倒店。我知影，头家娘。我看吼，你去想看有啥物办法，通甲厝势互我较重要啦。我知影啦，歹势啦。李太太，阿全兄，你今仔身体敢好？就普通啦。看你油头甲面，是毋是出世时装袂抓？我是一条趁钱的路啦，毋知你身体敢会扛住？这若当趁钱的路，我身体绝对会堪的，我绝对会堪的。是讲什么头路哈？就是卖火啦。卖火？彩文，彩文，彩文，这是你想做什么？彩文，你怎么？我拄则面盲了，你去出去食，四个去用饭，而且佫用球。彩文啊，咱离开这好无？咱莫等遮大啦。最少，你若讲迄个囡仔话啦，咱若离开这，咱是要走去倒位？迄是咧做乌梦，毋是真的。来，倒你休困者，莫受伤济啊吼！我出来一转，马上倒转来，好。你绝对袂离开我哦。我绝对袂离开你。好，咱休困哦。
改变物件都已经卖了，最先的脚到即马也袂好，阮又搁欠头家娘遐尔济厝税钱，我即马到底是要安怎好？敢讲，我敢若剩袂回这条路通去行死？门也无关，也无看人。阿凤兄，奇怪，阿凤兄就讲伊住伫个马祖间后壁个巷仔底，上尾一间，上尾就敢这间尔，无看人，奇怪。安怎啦？夭寿啊！你是毛病鬼哦！一讲干嘛？我毛病鬼，你毋当毛病鬼，你门袂晓出声哦！惊死！你来找我，什么代志啊？我煞毋知有代志，等下吼出一件天大地大的代志哦。出什么代志？头家娘有心啊！头家娘有心啊？安尼真好啊！安尼陈家就有事啊？煞毋知，即马陈家吼大大细细，大家嘛欢喜甲，敢若一个人无欢喜？是毋是文英对无？毋是啦，一讲敢毋敢若想文英啊？我是咧讲我啦。你看，即马头家娘有心啊！大大细细吼，甲迄个风台甲袂输妈祖婆咧。头家搁沿后交代咯，爱甲头家娘伺候好哈，千万毋好拍起家己哦。你看啦，像安尼我看了免哪会讲袂家己啦？像我春香啊，食到遮大汉啊呢，也无甲一个人共疼惜。像你，阮自细汉就遐介意，也毋捌共疼共惜。想着真艰苦。春香啊，你免烦恼啦。你安遮善良哦，生做遮向上哦，后摆一定会嫁着好翁的啦。我相信娶到你的也一定会真福气啦，对无？无用才来找我开讲啦。我头到公车车，我想要来推荐。兄，敢讲你无想要知影？文英啊，最近过得安怎？头家，头家，你走到香港公园是啥物代志啦？我今仔出去看的时候，有听到南庙一寡消息呢。什么消息？听讲南庙哦，即阵真乱啊，一寡商店哦，拢去用抢呢。听讲土匪真济的，我看咱南庙迄边生意哦，应该是有影响。头家，你想要哪处理啊？文英，头家，文英，拄则我听安伯仔讲，最近南洋迄边较乱，我甲安伯啊，可能会去南洋走一撮。这段时间，我会无伫咧厝。什么时阵要出发？你看，都大大方方入去看啦，莫甲咧徛伫门口咧，揜了，袂输贼仔。个性啊比较呢，我较想都想拢无。阿爸，我要来走。等下啦，我有话要甲你讲啊。我加几工哦，我可能离开台湾。你是要倒啦？要甲头家去南洋啦。南洋？去南洋创啊？创啥？头家伫南洋生意已经出代志啊！我都要陪头家去南洋处理，你知无？本来这条路是你爱走，你若莫离开单家，我敢就爱替你走这条路。我是讲，食老有一个囝头唔忙，结果呢，嘛是爱我这老去拼老命。阿爸，免叫啦，
别叫哦，伊嘛再叫啦。阿爸，你安尼是咧创啥？恁爸也袂死，免跪啦！看你这扮相，你是袂踏入这个家门啦。好啦，算我无生你这后生啦。我第一世人是做什么歹事情啦？哪会生到这个结这个机啦？唐建友，哎呦，林太太，林太太啊，哎呦，我哪会变安尼啦？啊伊就想办法去装你的出世钱啊，啊，从我出世钱，哪会从到安尼？啊我就带伊卖费啊，哈，啊，你哪会带去卖费啦？哎呦，林太啊太，毋过伊怎啊无法度卖啊啦，是安那？啊又有心啊，有心哦。咱家的祖先，请你保庇你的家孙陈建昌，伊今仔日就要出发去南洋啊，请保庇伊一路平安、顺顺利利。顺续，还爱保庇我腹肚内底的囡仔会当平安生落来。咱家的祖先，请保庇头家会当平安倒转来。淑珍啊，这次我去南洋，无伫你的身躯边，你要好好照顾你家己，你知影无？我知啦，我会好好啊保重我家己，还佫有腹肚内的囡仔。建昌啊，即摆哦南洋遐尔啊乱哦，为着我啊佫有囡仔，你爱较注意的哦。我希望你通较早平安倒转来。文英，头家娘都交互你啊，你爱好好照顾头家娘，知影无？头家，我知影。淑珍啊，文英是一个无依无靠的歹命人，你嘛爱好好照顾伊。这免你烦恼啦，做生意吼我可能毋捌，啊毋过吼安怎照顾下骹手人吼，我上敖啦，我一定会好好啊甲伊照顾啦。啊，建昌啊，时间吼差不多啊呢，后壁搁咧等你哦，你应该出发啦。文英啊，替我送头家出去。啊毋着紧去，去啊！淑珍啊，我来去，你好好保重。文英啊，我讲过的话，你一定要会记。我若为南洋转来，我就随要带你。建昌，你一定要保重你家己，我一当简单的转来。文英，我会足思念你，我一定会写批倒转来给你。我嘛想你，你一定要平安倒转来。人都交互你啦。